1624歌音乐剧伫台南演出，第一场就吸引3万人来观赏，连副总统赖清德也特别南下支持。长90公尺、宽18公尺的大型舞台引人注目。这出戏作为台湾文化界年度上大盛事之一，无前无后动员500多名工作人员。邀请戏曲界知名演员邓美云、孙翠凤、柯秀妮、小咪等人来演出。打从有这个计划，我们的整个的运生的过程呢，有到1年，耗费的资源，各位有目共睹。只有一个心愿，想要留一个台湾可以见证到的历史事件。400年前，台湾和这个世界在海上相遇。那我们希望利用这个舞台来呈现400年后我们回到海上。为衫到音乐，团队拢非常用心。剧情以150分钟的规模来讲，1624年西拉雅、荷兰、日本以及汉人各族群之间的历史，再现17世纪的海洋台湾。进前嘛无机会去了解咱家己的代志、家己的故事，经由创作的过程呢，去找到家己进前唔知的。其中扮演郑芝龙的棉花糖总团孙翠凤，日前因为感冒然后烧声，由完成演出，表演嘛相当精彩。这出歌音乐剧，不管是现场观众，也是线顶网友，拢得到足大的肯定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